再来看新北市的树林啊，伫昨半暝11点外，有一个64岁姓张的查甫人哦，伊伫公园的困说风台镜头啊，佮断去。伊讲伊无看清楚凶手生伫什么款，警方看监视器，嘛已经锁定嫌犯，当去抓人。接到通报，警方赶到现场，代志发生的公园调查攻击事件。我家无注意看，我人家来做事，人喺倒我看，甲惊住。对啊，恐怖。两庭为防守线枕头面积批伫涂骹，沿路一直行，无占道拢是货车。代志发生伫新北市树林，64岁姓张查甫人，16暗时11点外，困伫生民公园，向互人提刀扑伤。拢熟悉较久吼，毋知讲伊外口有安怎，早去检查讲是查的较有。姓张查甫人身躯真侪所在受伤，不知中载伤甲真严重，10载佫断去，佫无快。好佳在警方伫公园内底找到，紧急送医填起来，暂时无生命危险。伊向警方表示，因为咧困，对方什么款无看清楚，毋知为虾米被攻击。为一名张姓街友遭人持锐器攻击，经送医治疗后无生命危险。本案是否为街友醉酒引发之斗殴，亦或其他原因？本分局积极缉凶厘清中。经过警方调查，姓张查甫人长期伫公园内底生活，目前调监视器已经锁定嫌犯，来调查犯案的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